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听讲，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空手而回。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何时才会出现呢？囡仔姊，调好调，调好调！来！你刚知影来这个所在，咱要创啥？摕宝藏。摕宝藏，啊，你有信心无？有。哇，我看得出来，今仔日4个小朋友应该有这个机会摕到宝藏，等一下好好表现哦。招宝神来啊！守护宝藏是我招门神，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今仔日队长，大家好！小朋友，招门神过来问恁，恁平常时伫厝还是伫外口做啥物代志，拢足紧的？招小六，招小六，看册，看册足紧的。哦，买适应，食饭，跟我同款，写功课，写功课。大家哦，拢有家己真紧的方法。安尼，今麦就提出恁的精神，也够开力，大声讲出恁的队名。我是马莲红一队策划，欢迎光临。小朋友，来！好，我跟你讲，这位就是世界上缘投的现神啊！你好，我跟你讲，我头先哦一直伫咧怀念，我昨昏去东北角空寮区食海产，迄特产哦拢是海产啊，高亢鲍鱼绝对是全台湾1等1的，遐特产太好啊！对，请问是恁队倒位来？马莲，马玲，你倒位台湾有这个所在啊？有七岛，家人，家人七岛的啊？对，会请教一下哦，恁头先的队名叫做马玲红衣队，这个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啊？因为以前马莲县顶悬有足侪石头形拢生甲做特别的，嘿，所以因个叫伊马玲。马玲的意思是因伫因的语内底的意思是讲女巫的坟墓。有影哦，原来马玲有这个所在，哇，恁今仔日听起来台语拢袂歹哦，程度敢若真好。你今日有信心摕到宝藏无？好哦，准备接招，来哦，迎来个！看你安怎排，伫规定的时间内，各帮2名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爱会记哩哦，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各位探险队员，甲恁请教一下哦，请问啊，恁敢有特别介意的节日？有哦，有定你介意什么节日？过年过年是安怎？有啥物原因无？会当摕钱，有啦，讲红包啦，嘿啦，会当摕红包，嘿，迄是毋是啊？是红包，摕一个红好过年哦。重点就是，咱即款时间非常的重要。好，嘛，甲节日有关系，恁爱排顺序，甲排好好势，爱对年初排到年尾。哦，有听到无？对面的小朋友。好啦，第1号是年初哦，6号是年尾哦。年尾，拢了解哦。嗯，准备接招，现在个开始，开始讲。你先直接讲。爱问哦，问对方。你家迄个上早的日子对一个？嘿，对。大概是伫咧什么时阵？正月初1，咱家上早的是，就是一年的第1天。好，一年的第1天哦。安尼你应该是第1个。好，紧来，先瞧落。嘿。恁最后一个是对一个？
小等下，因搁你摆吼，啊开始摆好，开始哪讲？好啦，你最后一个。谢谢。无你先讲恁那边的啦，恁那边上尾工是倒一工？上尾讲的是倒一个？咱上尾讲的会食圆啊，哦，食圆啊，是内底有包馅的迄种。包应该是第6个。安尼，伊讲你应该是第6个啦。啊，恁中迄个咧？会中的，这什么日子？你会食什么？看什么爱去啦？看。我知影。哦，你知影？啊，你要问看吗？安尼恁迄个爱看过身的人，你迄个是巴看贵姓的，贵姓的啦，贵姓的。快些啦，快点！啊，你迄个应该味道咯。排第第3个。看贵姓的人，啊，看第3个。啊，你要甲伊讲一下，你在中剩几分钟哦，最后几分钟。一个日子是八两船。哦好，八两船。安尼你迄个是排第第4个。第4个哦。第4个。啊，第6个是12月。好，爽。好。哦，哎呦，来，咱向较头前的，应该是有机会。我安尼看，咱这个顺序这边应该是无啥问题。对啊。啊，不过另外一边夹起来，到底对唔对咧？现来噶。时间啊，这日子啊，年初摆到年尾。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无简单啊。无简单。因为日子一天一天咧过，大部分拢是大人在想嘛。但是讲啊，时间到爱拜拜，时间到爱准备啥，拢是大人，囡仔较唔知影。咱看卖因对唔对？元旦是几号1月1号。无唔对，咱伫个31号的是5、4、3、2、1，新年快乐！对，蹦，放烟火，无唔对，安这绝对对的嘛，第一天嘛。是。咱看来，春节。春节。正月初几？初一嘛，头先你有讲嘛，你有讲对唔对？对啊。你讲的。对嘛，就是差不多两包的时阵。哦，安尼无唔对啊，春节，啊，再来清明，对啦，这时间是无唔对的嘛。是。啊，清明是差不多4月初嘛。嘿4月初，再来5日节。哇。几号5月5号。无唔对，啊，咱拢办啥物活动？八两船。啊，够啥？食肉粽啊。有包肉粽。啊，还有啥？卵。啊，还有徛卵，对嘛？哦对。徛卵，中昼时啊徛卵。12点。就12点，所来中秋。汤吧。月圆，烘肉。啊。食月饼。食月饼。烘肉。食什么果子？油啊。油啊。看月娘。看月娘。安尼到即马，各拢对哦。啊，就对啊，破下吹落。加同尾一个，来咱小朋友较特殊，咱有大家看者。食营养。当这食营养啊，头先你是毋是冇讲到？当这食无爱啦，啊元宵就是食元宵，元宵是有爱的。哦，安尼哦。是吗？所以这题对伊来讲算简单，对啊，咱会食当正圆啊，就食圆啊。你讲了实在太好，互咱这小朋友一个破声。好，咱即摆来看嘛，伊头仔钓着几个金箍箍，就是一个金箍箍，全部拢对。好，所以来进行后一关，有信心无？准备接招，现来噶！爱讲才会赢，3个人会一直耍位，轮到谁就爱来回答。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第二节话恁爱甲我对决，若是赢我，会当摕到金箍箍，准备接招啦！今仔日咱非常了不起，安尼几是有3姊妹仔做伙来参加，所以哦，我一定要好好甲因考一下因的默契，到底啥款？啊，无安尼简单来讲啊，咱台湾有真侪好食厉害的小食嘛。啊，无咱恁就3个人，一人讲一个字，开始哦，准备好哦。好。我你先。草。稻。虎哦，不是。你来起来。伊可能较无爱食啥，哦，直接先讲。好，直接。糖。
爽，蚵仔汤，伊拢爱啉汤的啦。伊是拢爱食真的啦，是毋是？你爱食真的嘛？伊拢啉汤。哦，三姐妹仔默契真好哦。出题目，请讲出有还是无的词。有啊是无的词？你看有有影，有影。有影嘛？啊，搁有啥物有啊？好啊，袂使搁讲啊。准备接招，林大家。你出题目有心啊？有心，好过。无无影，无影。哎呀，这真是有咧。有。歪瓜，过。无钱，无钱。有枪。我有枪啊。有枪袂用的啦，头先就讲过歪瓜，你是哦。有影，有影吗？有有讲过无？讲过啊，讲过啊。啊。我你啥？无钱啦，无钱啦。无钱，无无影，无影，佫是无。讲过啊。有钱，无啦，一定有钱无钱。好，有钱过。有钱无讲过啊？有啥？有钱人，有钱是输，有钱人输。哦，输无彩工啦。无彩工会赢的。哎，我那真优秀啦。无赢，无赢会使，无赢的另外一种。有赢，有赢啦，我有赢啦。有赢，佫想我久，好啊，过。好，时间到。哪有这么济啦？有动头。咱才几个尔呢？啊无咧。无张题。无丢题。无张题就无细字嘛。无小心，无小心。无细字啦，无细字。无小心，嘿，无细字。好，算袂歹啊啦。啊，毋过嘛是无金箍箍。要紧，换我这关。这关我派两个上强的互你。好，第一步就是讲出有脚的动物。啊，第一个就是讲出四只脚的动物。四只脚。啊，第二个就是唔是四只脚的动物。鸟啊嘛，两只脚，你会当讲。鸟啊。鸡啊，两只脚嘛。好，准备好啊，开始啊，힘来噶。好，啊，什么？几只脚？唔是四只脚的动物。鸡。四只脚的动物。猪。唔是四只脚的动物。蛇。四只脚的动物。好。唔是四只脚的动物。长尾蛇呀。四只脚的动物。狗啊。四只脚的动物。有回路。好。四只脚的动物。兔啊对，就是兔四只。唔是四只脚的动物。唔是啊。唔是哦。怎讲过啊？怎讲过啊？袂用讲同款啊。四只脚。时间要到。来，四只脚佫足济咧。鸟啊！鸟啊讲过啊？鸟讲过啊啦，你拄好讲鸟啊。时间到，你会用讲鱼啊？鱼哦。鱼嘛是吼，鱼嘛算鱼啊。我想讲我讲过鸟啊，我歹势佫讲鸟啊。恭喜经过我一关，会当摕到半金箍箍。好，即摆有一个半金箍箍，来到上尾关咯，加油！准备接招，힘내 가！ 选你无毋对，这关要来看影片，内底会有题目，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若是选毋对，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若是选了对，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听讲啊，伫台中有一群小朋友，非常的活骨，每一个人拢是哦。啊，到底迄个所在是啥物款的所在？敢是少林寺，还是军队？咱做伙来看卖一下，힘내 가！ 好，
啊，充满好奇心的吴大兴。嗨。他拄啊，咱的这个训练啊，看起来就足扎实。啊，想讲你是安怎会创立这个甲平时一般的幼稚园无共款的这种方式的幼稚园安尼？这个蛙人操个训练吼，互咱台湾的囡仔吼，尽量有法度训练因的迄个体力，啊，食苦的精神，啊，搁解决问题的能力。咱遮的小蛙人啊，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呢。所以啊，我伫遮就有一个问题想要甲大家问哦，因为啊，我头拄伫遮安尼冰10外分钟尔，我着规身躯拢感觉骨头叫要散了了啊，而且搁腰酸啊，搁背痛。所以啊，我就想要问讲，那我咧腰酸背痛的时阵，我应该爱捂烧的，还是捂冷的，才会当互我的腰酸背痛较紧好起来咧？到底今日的运动了，是爱捂冰的，还是捂烧的？咱听看卖红吉吉白雪雪安怎讲？白雪雪讲了有道理，一定要想看非常了不起，一定要有烧的，有烧的哦，才甲这个温度有关，血路循环就会较紧，会当哦去除咱身体内底一寡哦粪扫啊，还是哦歹物啊，还是一寡哦积规堆的乳酸，安尼哦，你的身体就会足轻松的，安尼你知影无？敢是咧，红吉吉。看我红吉吉，和恁囡仔好摇饲。我甲恁讲啦，一定爱先捂冰的，因为捂冰的吼，这个温度会降低啊，对无？啊吼，你若是激烈的运动了吼，一定爱捂冰的，安尼吼嘛比较较袂发炎哦。恁敢捌看过比赛？运动比赛的时阵，有啊，顶个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就是戴志颖拍羽毛球的时阵，去边啊了拢会有冰的。你是有冰的？是，对啊，伊拢是教练还是啥物拢开一个冰先甲伊捂冰的降温。运动了，伊这算是激烈的运动啦。对。你看伊拍几落点钟呢？好。安尼应该是伤冰的。你先想想。好，你想要说，我先来问一下，你想要选白雪雪请野手，伊是烧的哦。想要选红吉吉冰的请野手，冰盘。哎呦，冰盘呢？冰的。所以恁的答案是红吉吉。好，敢安呢？所以恁的答案是红吉吉。好，敢安呢？对啊，爱先有冰的，其实这就是前后顺序的问题啦。爱上冰的还是？爱先冰的，你看激烈的运动，温度拢会压伤悬，啊，你反正已经是发炎的，发炎嘛。所以你若是发炎的时阵，你搁有烧的，哦，迄就会歹了了。安尼知影无？知。好，咱来看卖后一题。小蛙人啊，经过连续一大部分的训练了啊，我就想要问咱的园长，就是安怎咱要带咱的小朋友做这个蛙人操咧？练蛙人操吼，伊的感冒的迄个次数会较少啦吼。其中有一个动作吼，是阮足重视的，就是乳行。即摆囡仔对细汉拢无啥咧做运动，所以阮常常收到迄个2、3岁，有的3岁外，我袂晓讲话囡仔来阮遮训练一段时间，足紧就会晓讲话啊。头拄啊，听园长你伫咧讲这乳行啊，足厉害的啊，所以我就想讲，啊无我敢会当对恁做伙体验看卖啊，看这个动作到底是爱偌刺激咱的头壳安尼。好，无问题。来，右手配左脚，开始。真正是无简单。你若有逐工做，你会愈来愈巧哦。真的。他拄啊，才爬安尼一段路尔，我就感觉我真正有困尾。真忝头。等下，我已经忝者袂记到底是有困尾，还是真忝头是用来形容足忝的意思啊？啊？足忝的意思是有困尾，还是真忝头？啊，毋过头先迄乳行真正有难呢，会敢若无简单哦。啊，到底是倒一句
是非常忝的意思咧。当然嘛，就是真忝头。这句话甲听起来就是足忝的，为头忝到尾。啊，即摆的大人啊，啊，甲有囡仔哦，逐工拢足无用的，所以你会讲哦，逐工哦，拢哦真忝头，安尼你知影无？敢是安尼咧，红琪琪。我的答案吼是有困尾，啊有困尾呢，就是咧讲吼，这工课要结束的时阵，就是你上忝、上爱困的时阵，所以吼，咱就会讲哦，有困尾，足忝的哦。到底是白谢谢，谁决定出来啊？因为今天头内底有一个忝，哦，而且我感觉我以前敢若有念过。哦，以前头有念过。这个事哦。对。确定？你们选的是？白谢谢。干嘛呢？哎呦，果然是有捌看过哦。捌听过咧。捌听过。其实有困尾哦，是你讲这个人哦，真坚持到尾。你若是工课规工了后，哦，你共款，搁用你的毅力啊，你去活力，你去甲伊拼，这是有困尾。啊，真忝头就是亲像大家头先讲的，安尼你两关拢对，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两个博的金箍箍，两届的机会，到底摕到宝藏无？现来个。今仔日三姊妹啊，甲考验做伙来挑战，会表现得真好哦。两个金箍箍，两届的机会，因感觉？想要先选长尾山牛哦。有影？确定？好，手先放去。我讲请试落再试落哦。第一个金箍箍选择的是长尾山牛，宝藏敢有这内面的，请试落。一摆机会。啊是哪里？哪里？哪里足成真久无出现啊呢？有可能是伫个哪里？你们试看卖无？先可以。嘿，放去试看卖。到底？希望啦。今仔日的宝藏敢有伫个哪里的身上？确定？请试落。哇！中奖啊！颁奖！恭喜！咱得到咱的礼物是米粒柑啊！哦，这礼物。今仔日赛是声宝。哦，声宝。对。哦。哦，安尼另抓搁要继续来挑战无？有，啊，咱搁送咱一个。无伊讲，你还搁送我一个，不管伊摕到几个金箍箍，你若摕到3个金箍箍，我搁送你一个，你就稳着的。你真正真好讲话，等恁过来哦，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欢喜讲大义。